女學生斯斯文文等你好耐噶啦。啊？乜咁啱嘅？耶？乜咁啱嘅？乜咁啱嘅？乜咁啱嘅？乜咁？乜咁啱？愛戀沒經驗，今天初發現，遙遙共他見一面，那份快樂太新鮮。我一夜失眠，影子心裏現。問為何共他見一面？乜咁啱嘅？美麗印象似初戀。拜拜。默默望着星，默默望着那目光似電。周生，獻花係啊，我知啊，嚟得未啊？嚟等你啫嘛。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，默默地傳。